次嚟到九龍灣泰豐一個2房半單位，561尺，單位有緊廚，所以客飯廳都非常之實用。門口旁邊嘅獅字櫃用咗木飾同焗油去做設計，上邊吊櫃嘅部分用咗水波紋玻璃，而下邊就可以當鞋櫃去使用。廚房入邊有儲物室，我哋都度身訂做咗一組系統櫃，方便屋主去做收納，同時預留咗空間放呢一個嘅酒櫃。主人房我哋以奶油白色同木色營造翻自然舒適嘅氛圍。衣櫃門以簡約花線配襯復古金屬手抽，梳妝台旁邊嘅開放式層架可以擺放裝飾品或者手袋。我哋亦都改咗燈電位去到床頭旁邊，方便屋主臨瞓前幫手機叉電、開閂燈掣。